给他们。哦，感谢。啊，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？天妃宫。天妃宫是第二妃啊。天妃的妃嘛，天后天妃。哦，对，本来妈祖叫天妃嘛。后来这个皇天妃。22年来的时候，才升级，他个尊称为天后。哦，对啦，帮忙收台湾啊。这就比较，今嘛讲到讲这个庙的历史啦。感谢朱比啊。时间还来了。啊，感谢朱比，谢谢啊，哈，好，谢教授帮忙。感谢啊，先拜拜啦哈。好，感谢。好。你来做那个。啊，我有炸那个这摇铃的，谢谢啊。我该处理了，我还搁去顺一抓咧。对，还去海参馆，还去延平街。海参馆我就是。延平古堡咧。海参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。兵营。啊，5个呢，5个馆呢。伊伫遐就分做5个馆。啊，剩几个馆？嘛是。啊，个5个馆。啊，拢伫啊。哦，啊，海参馆上出名。一间。是。兵营就对啦。是啊，啊，海参馆上出名呢。嘿。啊，无等于拢我们去找海参馆。海参馆都过去啊。海大镇。天兵派来咧，拢住伫遐。好兵营。嘿。好。好，感谢啊，谢教授，好，谢谢。感谢主持，好，感谢主持。是讲，拢闽南一带来的。哦。啊，妈祖。妈祖。电线工出来。这个人代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，台湾的历史从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，感谢。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，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。这本写本的哈。还有一本礼仪。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。我们办16岁嘛，办16岁成年礼，第一张是成年礼，成年礼，作为的证件，国家各60家去，太岁，过平安桥，这个家福赛新年，什么礼仪怎么拜，怎么挂杯，拢在这里。这是保障呢。这较方便。这些礼仪就重要。现在传承。有的年轻来唔知安那拜。安那嘿。边遐有著名公孙书啦。遐拜个孙书。基本拢。这有讲大公安那拜哈。谢谢感谢。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。是头前去。迄阵呢，安尼咱安有看过啊？安尼有拜过啊？来面试。来。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尊，来讨2尊去。过来讨2尊。讨2尊去，老三嘛，咱甲我2尊来保。所以中迄尊含其他2尊。手路都无相像。就是安尼吼。两新的妈祖是第一尊。拢3尊都2尊。拢是两新妈祖。去要请去迄阵，迄2尊啦。到现在唔知去倒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倒个。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。用迄尊啦。唯一的本尊就是离西南安平家。所以你们仔细的看。到处各县市都有佛山妈祖，只有咱家这3尊挺慈祥，含别位无相像，你可以甲瞧看。感谢，这拢有印出来，印20斤的啦，印20斤安平行李啦，这个啦，是啊。拢。这大马有这文的呢，三马不文呢。无，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，你木娘。妈祖是一尊。迄。那讲要2马3马是有妈祖的行为，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。所以这是本来3马，即摆变大马来。安尼哦，两尊请去。所以离台湾人各种拢讲3马。老台湾是3马哈，中迄种3马哈。3马要讲啥啥？嘛是拢，这妈祖是林木娘。讲林木娘。嘛是林木娘的。无再讲话，乌面3马。乌面含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。是。因为
神明升起来，是啊，原底是拢水红色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这个乌是做了这天烟熏的啦。哦，所以分了乌的。嘿，熏的啦。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，无过前年前2、3、4年，未收妈要来，啊有来遮讲，有来着哦。啊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，那啥物，也要香，要红包要啥物，所以这边不欢迎。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显出来，伊遐显出来，做一三嘛，较乌面妈祖，就是这些嘛。哦，是啊，面妈祖里边。这里较久嘛。啊，是，较久。哦，面妈祖啊哈。哦，三嘛。三嘛哈。啊，无太讲有名，无共款。无，拢嘛是讲林木娘。对，林木娘，对啦。毋是三孙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较起来像妈祖。哦，像妈祖。有呢，较咧帮忙做嘛。对哦。啊，无伊早电视咧做乌面衫嘛，太名太无共人。无共迄个名嘛。共迄个名。哦。讲过也分文咧舞诶。武新咧讲啊，这是乌面衫嘛。啊是加郑成功来帮忙，郑成功咧保护郑成功咧。请三尊来。请三尊来的啦。三尊，因过来讨2尊证。哦，啊，迄是去坐梅州遐请的。请的梅州妈祖庙。嘿，梅州的定点嘛。哦，定点嘛哈。哦，请三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。哦，是个。啊，要甲请因唔敢撇嘛，所以我们请来。请来了后，台湾收复了后。台湾收复了。伊郑成功过身去，迄边的人知影，都要来讨回来。啊，这有一个典故啦。啊，要讨的时阵，咱内地的家人讲无，啊叫找着，较用盘杯解决嘛。有讲有一典故，讲盘100杯，用盘来拨，较要请上。啊，头一盘100杯去，这边佫反晓讲，咱嘛100杯就是大嘛，200就佫拨。啊，2嘛大100杯，伊拢请落去，啊，剩3嘛，拨到99杯，第100杯去调治。中心园啊，天喺宾馆哦。我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嘛。迄个中心。较因遐看讲啊，你们这里的人遐虔诚。转老三嘛就对啊。是啊。啊，因佫加佫装2尊啦。是。变是3尊妈祖。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这尊来换起来。对。是啊，装来补啦。啊，这个变用迄阵3嘛，先起做大嘛。是啊。甲2尊嘛3嘛。就是安尼啦。感谢安尼较清楚啦。所以这里那讲，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，啊，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，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300几年前，啊，妈祖遮是有根据是郑成功请来，但其他遮请来讲叫做护军嘛，保护军队，啊，其他遐有的先做请来是地准或者准阿妈，再分布到各地方。有大哥，这发展到对大家去。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多数祖先信仰妈祖，对福建都惊。有关的，谢谢哈，感谢啊。时间在仓促啦，我多聊一下。谢教授啦，感谢啦。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做啥？这2尊赵将军。赵将军是要称呼是做啥？拢称呼赵将军。称呼赵将军，有啥物典故的啦？吼。典故。感谢。这个讲了人啦。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，以台湾本来产值是这个
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，以前还没有。康熙帝所带来。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阵，是拢派只有一个什么营吼，拢派来遮，咧住啊治安嘛，你当讲收话偌久，就等于换一批人。是啊。所以伊来的时阵，拢是男人来嘛。男人来，我没有女人来。对。那么可能啊，也有一个，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。是啊。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阵是男人嘛。是啊。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。是啊。所以你甲看这两尊啊。两尊。迄边拢是看土著较相像，这边就是看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，是，兵马俑差不多，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，当时这两尊是在这个天惠宫向台南安平的。守护神啦，安平的守护神啦，可能也有这个用意，这个解释啊，有这个，有这个结合的。感谢。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？天惠宫。天惠宫是第二惠啊？天惠的惠嘛，天后天惠。对，本来妈祖叫天惠嘛，后来这个康熙22年来的时候才成就，他个尊称为天后。对啦，帮忙守台湾啊。这就比较，今嘛讲到讲这个庙的历史啦。感谢朱比啊。时间还来了。感谢朱比，谢谢哦，好，谢谢教授帮忙。感谢啊，先发财啦哈。好，感谢。好。我有炸账，炸那个这摇铃的，谢谢啊。我该处理了，我还搁去顺一抓嘞。还去海山馆，还去延平街。海山馆我就是延平古堡嘞。海山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。兵营。5个呢，5个馆呢。伊伫遐就分做5个馆。剩几个馆？嘛是。迄个啊，拢伫啊。海山馆上出名。一间是兵营就对啦。是啊，海山馆上出名呢。无太拢我们去找海山馆。海山馆就过去啊。海单镇。天兵派来咧，拢住伫遐。兵营。好。好，感谢啊，谢教授，好，谢谢。感谢主持，好，感谢主持。是讲，拢闽南一带来的。妈祖。妈祖电线工出来，这个人代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咱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，台湾的历史对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，感谢。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，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。这本细本的哈。还有一本礼仪。这是平安护照。这回。我们办16岁嘛，办16岁成人礼，第一张是成人礼，成人礼，作为的证件国家各60家戏，太岁，过平安桥，这个家福赛新年，怎么礼仪怎么拜，怎么挂杯，拢在这里。这是保障呢。这较方便。这些礼仪就重要。现在传承。有的年轻来唔知安那拜。安那嘿。边还有著名公孙书啦。要拜的神书。基本拢。这有讲大公安那拜哈。谢谢感谢。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。是头前去。迄阵呢，安尼怎样？安有看过啊？安尼有拜过啊？来面试。来。所以李就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说，来拖2尊去。过来拖2尊。拖2尊去，老三嘛，咱甲我2尊来保。所以中迄尊看其他2尊。手路就无相。就是安尼两新的妈祖是第一尊。拢3尊。3尊拢是两新妈祖。
去到请去迄阵，迄两尊啊，到现在唔知去倒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倒嘅，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，用迄尊啊。唯一的本尊就是离西南安平家，还在天后宫。所以你仔细嚟看，到处到各县市总有佛山妈祖，只有咱家这三尊挺慈祥。看别位无相像，恁可以甲瞧瞧看。感谢，这拢有印出来，印尼真的啦，印尼这安平心理啦，这啦，是啊。拢有。这大马有在问的呢，三马不问呢。无，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，林木良嘛。妈祖是一尊。迄那讲要二马三马是有妈祖的行为尊。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，所以这是本来三马，即卖变大马来。安尼哦，两尊请去，所以留伫台湾人讲拢讲三马。留伫台湾是三马哈，中迄种三马哈，三马要讲啥啥？嘛是拢。这妈祖是林木良，讲林木良，嘛是林木良的。无再讲话，乌面衫啊。乌面和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。是啊。因为神明装起来，原底是拢水红色。是啊。这个乌是做了这天烟熏的啦。所以分了乌的。熏的啦，所以当时伊。讲好了后，唔过前2、3、4年，未收马要来，有来遮讲，有来着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，那啥物，也要香，要红包要啥物，所以这边不欢迎。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现出来，伊遐现出来。做者三马，较乌面妈祖就是这些嘛。是啊，妈祖是这。这里较久嘛。是，较久。乌面妈祖啊哈。三马。三马哈。无来讲有名，无共款。无，拢嘛是讲林木良。林木良，对啦。毋是三尊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较起来像妈祖，像妈祖，有呢，但较咧帮忙大马。无伊早电视咧做乌面衫嘛，太名太无共人。毋讲迄个名嘛。讲迄个名。讲过也分文咧舞诶。服务新咧讲啊，这是乌面衫嘛，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咧，保护郑成功咧。请三尊来。请三尊来对啦。三尊，因过来讨2尊证。迄是去坐梅州遐请的。梅州妈祖。梅州妈祖庙。梅州的定点嘛。定点嘛请三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。是个。要甲请因唔敢撇嘛。所以我们请来。请来了后，台湾收复了后。台湾收复了。伊郑成功过身去，迄边的人知影，都要来讨回。这有一个典故啦。要讨的时阵。咱内地的家人讲无，叫找着，较用盘杯解决嘛。有讲有一典故，讲盘100杯用盘来拨，较要请上。头一盘100杯去，这边个反晓讲，咱嘛100杯就是大嘛，200就个拨。2码大100杯，伊拢请落去，剩3码，拨到99杯，第100杯去调治。中心营啊，天还宾馆哦，咱庙中间迄个中心营嘛，迄个中心，较因遐看讲，你们这里的人遐虔诚，就按留3嘛就对啊。因较个加个啥个装2尊啦。是。变是3尊妈祖。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这尊来换起来。对。是啊，装来补啦。这个变用迄尊3嘛
成家做大嘛。哦，是啊。甲两尊嘛三嘛。哦，就是安尼啦，哟吼，感谢安尼较清楚啦。所以这里那讲，咱台体、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，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，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300几年前，妈祖只是有经过郑成功请来，但其他只请来讲叫做护军嘛，保护军队，其他遐有那先祖请来啊，是地尊或者准阿妈，再分布到各地方。有大哥，这发展到对大家去。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多数祖先信仰妈祖，对福建都惊，迄有关系，谢谢哈，感谢。